呢個行程會帶你走進地獄之門嘅火坑，見證絲綢之路嘅古文明，探索中亞北韓。講緊嘅就係土庫曼、烏茲別克嘅雙國之旅。近年 Lonely Planet 同 BBC 都將中亞推舉為下一個旅行家必去之地，形容呢代古文明與現代文化嘅完美交匯。但對於大多數人嚟講，中亞依然係地圖上嘅一個神秘角落，連入境都係一個大挑戰。由亞熱帶嘅香港一齊去到中亞內陸國家，漫遊沙漠，感受不一樣嘅生活方式。呢趟中亞穿越之旅，希望打破大家城市嘅日常，騰出空間，感受世界上另一種可能性。由盛極一時嘅古文明，到絲路接通東西之間嘅貿易，再到蘇聯解體，各自走上唔同嘅道路。成個行程縱觀幾千年嘅文明史，會俾到大家好多啟發。我係 Traveler 無代壯遊嘅創辦人 Alfred， 我係團隊成員，專營小眾深度遊40年，幫大家安排安全深刻嘅旅程，一齊拓闊旅遊版圖。我期待同大家分享旅途上嘅發現。北韓好難去，但原來有個國家比北韓仲難去，呢個就係土庫曼啦。呢個國家有中亞北韓之稱，長期保持高度封閉，外交上奉行孤立同埋不結盟嘅政策。首都阿什哈巴德係一個活生生嘅反烏托邦美學展覽，獨裁體制將成個城市用白色大理石包圍。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呢代全球白色大理石建築密度最高嘅城市，就連駛入當地嘅車都必須係淺色、白色。呢度浮誇嘅建築風格經常會被形容為 Hunger Games Capital 都城嘅畫面。你又有冇興趣一齊組隊去打 Hunger Games 呢？嚟到土庫曼嘅重點之一就係去睇地獄之門啦。位於卡拉庫姆沙漠入面嘅地獄之門，由1971年燃燒到而家，足足半個世紀㗎啦。土庫曼政府已經宣布計劃關閉地獄之門，減少天然氣嘅浪費，但具體日期仲未定嘅。長期生活喺城市嘅大家，不如一齊出走，將霓虹夜景換成沙漠星空之下嘅熊熊烈火，感受自然俾到大家嘅震撼。成日話中亞之旅好似穿梭到古代，咁又點少得騎馬呢？自漢朝嘅歷史開始，土庫曼嘅汗血寶馬已經係聞名中外，漢武帝稱之為天馬。呢個馬種係專責政府部門嚴格管理，係國家級嘅活文物。旅途入面，我哋會安排時間俾大家親自試騎，由專業教練帶你上馬，體驗呢種只有皇后將相先至騎得嘅英雄戰馬。土庫曼其實絕對唔稀罕遊客，因為呢個國家盛產天然氣，資源豐富，唔依賴旅遊業。所以呢個國家唔容許自由行，國際航班稀疏，簽證亦都極難申請，政策多變，網上好多攻略都唔 update。我哋團隊嘅土庫曼烏茲別克旅行團全年出發，幾乎每月都有團，擁有長期穩定嘅當地人脈網絡同對接渠道。Traveler 團隊由邀請函、簽證申請到出入境都係一站式安排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交俾我哋。講完最封閉、最難去嘅土庫曼，我哋就要進入到相對開放但同樣充滿穿越感嘅國家烏茲別克。中亞有眾多面貌，去完中亞北韓之後，我哋就會去到烏茲別克，活生生嘅絲綢之路古城，打開中亞文明嘅時間錦囊。以撒馬爾罕為例，被譽為世界半分之城，係絲綢之路嘅中心，連接東西文明嘅貿易同文化樞紐。橫掃中亞、波斯、印度嘅鐵木兒就係以呢度作為都城。我哋喺烏茲別克會睇4個 M： 清真寺 Mosque、宣禮塔 Minaret、陵墓 Mausoleum、神學院 Madrasa。你會見證到伊斯蘭文化喺中亞嘅表現方式，色彩對比嘅震撼，標誌性嘅藍色圓頂，配埋馬賽克瓷磚藝術、幾何圖案同阿拉伯文字雕刻。團友去到都好中意着住民族服裝，嗰種穿越感，讓你瞬間忘記自己身處於21世紀。嚟緊我會解答幾條客人最常問嘅問題。我哋有好多獨家安排，行程會住喺地獄之門旁邊嘅蒙古包，感受漆黑星空同埋熊熊烈火形成嘅強烈對比。行程裡面亦都包括咗騎汗血寶馬嘅體驗，一場草原奔馳嘅浪漫。土庫曼係唔俾自由行嘅，佢嘅簽證亦都係好難申請。大家可能難以想像，時至今日入境土庫曼依然係要做 Covid test， 但係大家唔使擔心，相關嘅流程同申請，我係專業嘅團隊會幫你處理。地獄之門係沙漠中嘅一個火坑，遠離城市，冇基建，冇街燈。我哋會穿越無人區，路途會比較顛簸。
沙漠嘅日夜溫差大，要帶定保暖衣物，大家要有定心理準備。當地有嚴格限制，唔可以拍攝軍人同政府地標。土庫曼有強大嘅網絡防火牆，旅途期間好大機會同外界斷聯。部分景點同伊斯蘭教文化相關，參觀宗教場所嘅時候咧，係需要衣着保守，以示尊重。女士最好戴定輕便嘅頭巾，入去禮拜區亦都需要除鞋㗎。土庫曼同烏茲別克都係典型嘅中亞飲食風格，麵包、飯配好多嘅羊、牛、雞，例如手抓飯、烤串、餃子，亦都係重油鹽啦、少辣。一般嘅肉食者咧應該容易適應嘅。素食嘅有蔬菜湯、沙律，冇肉嘅手抓飯，但係選擇就少啲啦。嚴格嘅素或者純素，出發前就要同我哋講清楚你嘅要求啦。同時自備適合自己嘅乾糧就更加安心啦。點解土庫曼、烏茲別克值得成為你下一個旅遊目的地呢？中亞兩國俾大家可以觀察人類文明幾千年嘅變化，係一個可以啟發大家思考文明循環嘅旅程。而土庫曼嘅封閉文化變相逼你放低手機，感受世界，體驗另類嘅生活方式，嚟一個 digital detox。有興趣可以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，索取我哋嘅行程資訊。